dreams and what we believe, from the sandy white beaches where blue water rolls, snow-covered mountains and valleys below. Let it be Christmas everywhere. Let heavenly music fill the air. Let every heart sing, let every bell ring, the story of hope and joy and peace. And let it be Christmas everywhere. Let heavenly music fill the air. Let anger and fear and hate disappear. Let there be love that lasts through the year. And let it be Christmas, Christmas everywhere. Christmas everywhere. Christmas everywhere.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圣经共读的进度来到了约翰一书。首先我们来了解作者的背景。约翰一二三书本身并未指明作者，但学者普遍认为这3卷书信是使徒约翰写的，因为这些书信的内容、措辞、观念都与约翰福音相似。使徒约翰在新约圣经中总共留下5卷著作，包括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以及启示录。其中约翰一书被认为是他晚年在以弗所所写的，语气温柔却不失坚定，充满属灵的洞察与牧者的关怀。那么为什么使徒约翰在年事已高之际，仍愿意投入心力写下这封书信呢？当时的教会已经逐渐成型，信仰的力量推动了群体的建立与扩展。然而也有一些人试图用当代的哲学与逻辑来解释信仰中的奥秘，结果反而偏离了真理，形成了异端。这些错误教导开始渗入了教会，影响信徒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约翰看见这样的危机，便以牧者的心肠写下了这封书信。他为真理发声，也为信徒来守望。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1章1到4节。我所使用的版本是现代中文译本。第1节，我们写这封信向你们陈述那从起初就存在的生命之道。这生命之道，我们听见了，亲眼看见了。是的，我们已经看见，而且亲手摸过。第2节，这生命出现的时候，我们见到了，因此我们向你们见证，并传扬那原来与天父同在，而且已经向我们显现了的永恒生命。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也传给你们，好使你们能跟我们共享团契。这团契就是我们跟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第4节，我们写这些是要让我们大家的喜乐满意。1到4节的主题是生命之道。从起初就存在的生命之道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真实的生命，耶稣基督是道路，耶稣基督就是生命之道。约翰是与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他强调我们就是使徒们亲耳听见、亲眼看见，而且亲手摸过。这是使徒们对于生命的认识，是他们亲身经历、亲自见证的福音，而不是假先知的众说纷纭。
我们了解生命的定义之后，就要来了解生命的意义。第3节说，我们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也传给你们，好使你们能跟我们共享团契。这团契就是我们跟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和合本的内容是，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天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相交原文的意思是交流、参与跟分享，所以相交它一定是双向的，一方面要把自己分享给别人，一方面也接受别人的分享。就好比信徒要在爱心及信心和鼓励中相聚在一起的团契生活。我们与神相交，就是圣灵的团契。我们一方面要从天父领受恩典，求天父赦免，求神来保守启示。我们要得着神，以神为乐。我们一方面也要向天父献上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要认罪，要顺服，要交托，献上神所悦纳的，最后要来荣耀神。你是否经历过真实的神？你愿意跟人分享这位你曾经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亲自感受过的神吗？当越来越多人得着这生命的祝福，喜乐就会越来越大，神的祝福也越来越大。这正是神要我们所做的。圣诞节即将到来，何不趁这个机会与人分享耶稣降生所带来的恩典和盼望呢？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所听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医治主、行神迹奇事的主，求主继续向我们显现，你是一位慈爱的神。求圣灵膏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能像约翰、像彼得、像保罗一般传讲生命之道，让生命之道一直延续下去。因为神的国要降临，神要带来拯救和盼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后要跟大家分享一首由好几首圣诗去改编的应景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里面总共有几首诗歌吧。